较早，欢迎收看1月初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俊。新闻头家先赶紧来关心，伫咧瑞士出名的度假村，这个酒吧是发生重大事故。咱像是一阵少年人去咧举办跨年 party 的时阵，室内表演的烟火无张持去烧着天棚，引发爆炸。真侪人赶忙要走出来，佫出现严重烧A 烧弹的情形，目前已经造成超过40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元旦1点半，瑞士有名的出世地点克莱恩蒙塔纳，当咧庆祝新年，没想到一间青少年真爱的酒吧却传出爆炸火灾。目击者指出，迄当阵店内参加跨年派对的人客家甜一甜，火势拖了真紧，现场有人叽叽叫，真侪民众为着逃生小 A 小打。Oui, c'est ça. En fait, c'est le show, on va dire, de quand on commande une table avec des bouteilles. Il y a un show qui arrive et en fait, le show, c'était il y a une dame qui monte sur les épaules d'une autre avec 2 bouteilles et les feux d'artifice un peu d'anniversaire qui font des flammes. Et en fait, elle les a agités trop haut, ce qui a fait que ça a touché le plafond et que ça a pris feu d'un coup. 警方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随伫酒吧周围抽封锁线，而且搭天道、涂骹四界拢会当看到互外头扛起来的罹难者。虽然讲事故初期捌互人通报是攻击事件，也毋过瑞士当局初步调查了后，认为这是一桩因为室内烟火造成的悲剧。检察官表示，火灾现场可能已经规个烧烧去，而且引起爆炸。目前已经回收受难者的手机啊，进行数位分析，要找出真相。et environ 115 blessés, la plupart grièvement. Les circonstances qui nous réunissent en ce premier jour de l'an dans la capitale valaisanne sont dramatiques. L'incendie qui s'est produit la nuit dernière dans un bar de Grand Montana constitue l'une des pires tragédies que notre pays ait connues. 因为死伤的规模真惊人，附近的国家也来到3工协助救治重伤的烧烫伤患者。瑞士当局目前把重点放伫辨识罹难者的身份，希望量早互因转去亲人的身躯边。公司新闻陈伟林、郑建光编译。转来看高雄公山一个也要渡济查某红婴仔，逼出去互伊的老母，也佮后姐，家己留点处理6点钟。但这2个大人转来时阵，发现囡仔是已经断气死亡。检警初步发现讲，这红婴仔身躯顶全伤，目前已经介入侦查。而这个老母也佮后姐是依照过失致死的罪嫌，5万块交保。救护车随赶到高雄公山的威仁路段，31跨年迄天下晡4点外，119接到通报，讲一个不到1岁的查某红婴仔，互家己留伫厝内，等妈妈转来的时阵，已经无喘气、无心跳。警方目前已由鉴识人员完成基证采集，并积极调阅监视器以厘清案情，同步通报社会局进行查处。本案依规定报请桥头地检署相验，另依过失致死。报由检察官指挥侦办中。查某红婴仔经过抢救嘛是过往，检警初步发现伊的嘴内面有液冷的情形，身躯顶嘛有一寡伤势，目前已经介入调查和验尸。查某红婴仔的妈妈解释讲，迄天含因人去外县市的收容所领养狗，厝内人无用到照顾，才留当伫困的查某红婴仔伫厝6点钟。因为这个时候自己撞，然后。他脖子上面有一个是他指甲太长，他自己会去抓。警方带查某红婴仔的后姐转去因一家火啊细厝的套房厘清状况。根据了解，查某红婴仔的妈妈干那20岁，和前男朋友有生2个囝。分手了后，查某红婴仔是妈妈照顾，后社会局列入喙家关怀，逐个月定期访视。社工最近一摆的访视是1礼拜，并无发现奇怪的所在。目前是正常，才1个月吧。然后但我都有去做那个查证啊，他们的不管是前科什么都是正常的。查某红婴仔妈妈和后姐伫审后拢以过失致死罪，各以5万块来交保。红婴仔的伤势安怎造成？敢有防苦毒？检方会等正式的鉴定报告出来以后厘清。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路顶前一阵有发生2台车伫咧路里相撞，也个弄车的案件。原底想讲是这部的纠纷，后来这警方深入追查了后，才发现讲是其中一位犯罪集团的成员想要偷食钱，找2个朋友来搬去，假做要甲抢，所互共一个集团另外一个人来发现，毋才会赛车咧相撞。目前涉案的4个嫌犯是拢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
画面中2台轿车12月26点高雄路伫个环球路顶悬遭相撞，2台车拢来到路中了后，后面的乌车佫唔愿意煞，继续弄起哩。轰隆的迄台金色轿车看办势唔对，油门打落起卡就落，乌车随对起哩，2台车就安尼一路开5公里，对路直接来到阿莲的中路车，最后金色轿车轰隆落田底。附近住户听到声走出来看，金色轿车顶悬的2个查甫人登跳路车准备逃命。浅色的那一台。他就赶快跑，他也追啊，就一直追到已经开始追的时候，我就赶快进去拿手机给我们里长说：“你赶快去报警，这边好像问题很大这样。”警方赶到场真紧，就将2台车总共3个人拢抓起来。初步调查讲是因贵20万的债务纠纷引起的。不过因为警方伫姓周的查甫人驶的乌车顶悬找到的卡网内底有318万的现金，甲驶金色车姓马、甲姓平查甫人讲的话斗袂捌。警方深入追查才发现，原来也有一个姓吴的查甫人嘛涉案。吴显想要企图去吞占这一笔赃款，所以他才伙同彭姓跟马姓的这个范闲。来去做这个自导自演的这个侵占案，就是强盗案件。规个案情颠倒变，对债务纠纷加做强盗案件。警方表示，姓吴甲姓周2人敢若是犯罪集团的成员。姓吴的想要暗砍这条100多万的钱，找朋友来演戏抢劫，煞去互姓周的发现。现在警方除了按照强盗罪、洗钱防制法等罪名，甲这4人移送法办以外，也针对幕后的犯罪集团扩大追查当中。记者柯嘉如区朝阳高雄场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冷气团的影响，各地冷死死。透早温度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咧新竹湖口，敢若9度大尔尔。气象署早起要针对全台湾真侪县市来发布低温特报。今仔日北台湾这时的高温敢若13、14度，而且是愈来愈寒，一直寒到拜六。因为中部、花莲的气温上悬嘛，达16至18度，南部、台东是19至22度。因暗中部以北甲宜兰地区可能拢会寒到剩10度尔尔，甚至会搁较寒。因为南部甲华东地区是大约13至15度。另外，今仔日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有中部的山区，拢较高会落雨，甚至伫咧1500公尺以上的山区，拢有可能会落雪。现在观众朋友若是要去浴室，就要注意交通的资讯，要注意安全，嘛得爱穿护袖。镜头换来看花莲的马太安溪桥，去年9月23去互这崩山湖大水冲断去了后，公路局是赶紧伫咧做修复。即马较安全的钢铁便桥是已经提早1个月完工，伫咧昨来通车。早起10点1个到现场放炮啊！时间甲民用车排队通过，为各项公路局的人员一手抵意。台九线马大安溪桥去年9月去崩山湖1楼的大水冲断，用4.3亿兴建的钢便桥，2026年元旦通车，当地民众拢感觉真欢喜。大家很高兴，节省多少时间？节省最起码有20几分钟的车程。我不知道，应该有影响了，会比较好一点。去年10月18开工的钢便桥全长560公尺，12公尺宽，双向2车道加机车道。这个期间，捌做风台影响时间，工程上困难的就是伫号层大线 H 型的钢条，交叉使用不同工法来克服第一个问题，最后佫提早1个月完工。最煎熬的就是地质问题，那我们用各种工法去使用。到磨合期到1个礼拜之后，才知道这边地质要怎么去排除它。最后我们用水稻工法，才一直把这进度弄得比较顺利一点。公路局表示，钢便桥通车了后，完成溪底便桥伫1礼拜内就会拆除，因为现场也是工区，所以钢便桥限速40公里。另外，通水长面也有限，若是发生大雨，河道的源头水位升悬，都已经先封起来。如果说上游有相关的一个状况，这一个发生的话，那我们会依照我们的预警机制，如果说有需要这个封桥封路，我们还是会来做一个实施。公路局讲，马大安溪永久桥嘛，东部伫去年12月31开工，配合水利署拄拟定的全新马大安溪治理计划，甲本来48公尺增加到85公尺，佮甲整体提高9公尺，提升桥梁大水冲蚀甲控制能力。2027年通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新的一年来看，有真侪交通的新制度要来实施，包含这驾照笔试，还有高龄换照的制度，拢会变较严。交通部嘛要求讲，今年开始，这国际邮轮要伫台湾的母港营运，就要伫台湾设分公司，或者是委托台湾的船务代理来处理消费的争议。因为今年开始出厂的轿车，这要搭伫玻璃顶悬的价值纸，嘛有新规定，大家特别注意。详细来查价值纸，今年起汽车车窗加挡风玻璃搭价值纸使用指引规范。新出厂新领牌的车就要搭头前70%以上，头前边的窗仔要搭40%以上透光率的价值纸。不过这制度无溯及既往，有不少人赶伫去年底领车，业者生理是接袂完。法规会要实施了，所以他当然就希望我如果可以趁势在年底之前交车，我就避开法规就可以贴黑的。今年起，交通部推出更加严格驾照管理制度，对3个面向落手，包含考照制度的笔试更加严格，路考增加停留这项目。另外，会伫回混制度内底纳入抢红灯这违规的行为，也有各界关心的集会换照制度。车里会进一步对外来公布管理的做法，希望对源头监管降低交通事故。笔试过大家都会啊，可是路考的话，还是要加强会比较好一点。高龄可能要设一个门槛吧，就是可能检测一下，就是他的反应什么是不是还适合持有驾照之类的。另外，今年开始邮轮消费纠纷处理也有新的制度实施。为了杜绝国际邮轮旅游的纠纷，消费者无多求助，交通部要求国际邮轮在台湾的母港营运，必须设立台湾分公司，也是委托咱国船务的代理业来处理载客业务。一旦出现消费的争议，就有关公司甲航港局来要求业者保障消费者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为着要阻止诈骗 ，NCC 即马规定讲，要补发换发手机SIM 卡，就要交旧的出来。那找无，就要先去报案，摕到碰钱的证明。不过这是引发争议。过来是《自由时报》，国民法官法扩大审理刑罪上路，除了少年事件、毒品案件以外，尚轻本刑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罪，一审拢会予国民法官来参与审判。落尾是《联合报》，伊朗的通货膨胀是愈来愈严重，钱愈来愈薄。对首都开始，全国各地拢伫咧发动示威，昨传出造成一个民兵死亡，也有13个人受伤。咱过来看到总统赖清德昨有来发表新年的谈话，以润性之道，希望之光做主题，强调希望国家会当团结。另外，针对着今年的总预算，也有国防特别条例，赖清德是呼吁立法院赶紧来审查预算，让国家会当继续向前行。2025年国内外务并进，中国军演都结束，台湾伫充满挑战的局势行向2026年。总统赖清德以润性之道，希望之光发表元旦演说，伊强调新的一年希望透过每年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投资，全面强化国家安全，向国际盟友展现咱自我防卫的决心。民主给我们彼此争辩，不同意彼此的权利。但倘若没有国家，这样的自由和权利都不存在。2026年，大政府也推出真侪政策，像行政院顶个月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今年嘛要推动婚育主体都是蹲帮税2.0等等。赖清德表示，有真侪法案要搁咧等立法院审查，嘛包括今年度的中央总预算甲国防特别预算。希望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尽速审议。让这些护国利民的政策能够顺利推动。未来，我们将持续扩大社会投资，打造公益、和谐、永续的社会。赖清德呼吁立法院调研合作，强调只要通化解对立，伊愿意照合宪的方式进行国情报告。也来针对总统弹劾案，赖清德强调照顾人民和国家生存才是上要紧的。我个人的回忆不重要啊。国家生存发展，人民的生活照顾才重要。所以，如果说一定要对我提出弹劾，至少吧，正事也应该要做。牵涉到国家生存发展的国防特别预算，人民生活照顾的国家中央政府总预算，也应该要排入审查嘛。
面对2027年中国可能侵犯台湾，罗清德强调，2026年是关键的一年，伊会担起责任保护国家、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伊呼吁国内团结，继续强化国家和社会韧性。记者卢尚祖、郑春友台北报道。再来讲到，昨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是先去总统府来参加升旗典礼，再去主持国民党的升旗。郑丽文表示讲，希望台湾的调野会当和解，两岸会当和平。另外，针对着罗清德咧讲，在野立委明明知影占无到2%，佮要提案来弹劾总统是浪费时间。这民众党主席吴国昌就讲，罗清德这是爱为发动大罢免来回实的。满一条红艳的红军，开出大声唱国旗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主持国民党主办的元旦升旗典礼，和支持者热情招呼。伫随行表示，希望调野放下以上争论恶斗的情绪。希望我们不要在内部自己找敌人，希望我们停止内斗，希望我们放下仇恨。不但我希望朝野和解。我也希望两岸和解，我更希望美中和解，全世界都和解。不过，郑丽文上任了头一届伫党部升旗，前总统马英九、前主席吴碧阳、朱立伦拢无出现。郑丽文解说讲，干那邀请中央党部的一级主管、副主席，无专工扩大邀请。另外，郑丽文再去出席总统府元旦升旗，和总统的互动嘛受到关注。总统与副总统已经就定位。总统罗清德入场的时，和5位院长握手致意，了有向郑丽文的方向握手，不过因为双方距离较远，所以无任何互动。刚刚在画面下面，他好像有跟您挥手，我没有看到，他是跟我挥手吗？应该不是吧？我的感觉应该不是对我挥手了。针对南北的弹劾案，罗总统批评讲，明明知影无2%的多数，佫要提案。是浪费时间。再去来新北市参加元旦升旗的民众党主席吴国昌嘛批评罗总统。赖清德总统要不要针对撕裂台湾社会、浪费台湾社会1整年的大罢免，跟台湾人民道歉？民众党嘛伫面册发表元旦的文告，点出民进党执政5大问题，批评倡议联合政府为台湾找出路。不过罗总统说着国家内部制造敌人，分裂社会。我也要拜托蓝白立院党团，赶快听郑主席的劝告，赶快回头是岸。但背书强调讲，人民真希望看到立法院发挥监督的权力，好好监督行政机关，嘛想要看到朝野会当合作，来为着台湾的长治久安、国家永续发展打拼。记者综合报道。昨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有来发表新年的谈话，搁再讲到统一台湾。咱陆委会就强调，无论中国讲啥做啥，拢无法度来改变中华民国已经存在115年的事实。另外，有一个中国的规划日本参议员叫做赵平，伊受到中国的制裁，不过伊也讲，伊去互中国禁止入境，所以当来到台湾，这就证明台湾甲中国是无牵连的独立国家。中国军队发动军演，持续施压威逼台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年讲话受到关注。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中国的国台办讲是中国对台军演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和正义的举动。陆委会反击讲，不管中国讲什么做什么，拢无法度改变中华民国存在115年的事实。另外，第一个互中国制裁的日本维新会中国的参议员赵平，嘛伫社群宣布讲想要来访问台湾，强调讲互中国禁止入境，但会当进入台湾，会当证明台湾就是一个和中国无关系的独立国家。根据印太战略地图的信息，赵平在初9嘛参加在台湾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外交部欢迎关注台湾民主发展，并支持台日友好交流的日本国会议员来台访问，亲身见证台湾作为民主国家所拥有的民主活力、社会韧性与多元包容。中国的军演是引起国际关注。美国、日本、澳洲、印度驻中国大使嘛伫北京举行4方安全对话。大使级别会议重新反对单方面用武力来改变现状。法国、德国、英国嘛表态讲反对武力改变现状。日本外务省嘛对军演牵关台湾海峡紧张的局势，向中方传达日方的关切。
中日关系不好，坦白讲已经是蛮长一段时间，至少10几年，快要20年的时间。但只是说最近高市早苗的讲话呢，让这个事情引发新一轮的这个关系的恶化。未来只能说把自己的设法把自己的紧张关系把它管控在一个程度之内吧。另外，韩国的外交部进前则针对军演来表态，希望台湾海峡和平稳定。但是，南韩总统李在明初时就要访问中国。中韩外长12月31通话时阵，王毅阁呛下日本是要让历史倒退路，认为韩国这边会在台湾问题甲一个中国的原则修复掉。记者综合报道。今年2026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伫咧纽约嘛有展出一粒全新的水晶球。这伫咧7月初四美国国庆日迄天，会阁再展出来迎接建国纪念日。因为讲到这美国总统川普是伫佛州有家己举办跨年的 party， 拍卖一百耶稣的话以275万美金来成交。2025年只要10秒钟，参加纽约时报广场的民众摕手机一直看云幕，并且大声地咧时间倒算。美国进入2026年，天顶也一个五彩的stra花，民众斗阵迎接新年。另外，水晶球顶下边的云幕也开始播送美国开国以来历史纪录影片。We are doing one together outside of New Year's Eve on July 3rd, ringing in July 4th in the same beautiful style that Times Square knows how to do it. Again, a global countdown, ringing in July 4th specifically as a way to celebrate the 250th. 今年纽约市府换全新的水晶球，这粒由5200多片圆形水晶片组成的闪闪烁烁的彩球，7月初3会搁再来出现，这是从来毋捌有的，来欢庆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也纽约新任的市长曼达尼依照前地伫5夜曼哈顿已经无再使用的旧的市政厅地铁站宣誓就职，来确保市政伫法律上无过渡期。7月4日再参加正式的公开就职典礼。Blessed by God, completed her journey across the wilderness. 华府纪念碑伫跨年暗暝展示一场真盛大的灯光表演。灯光表演投射对1776年建国到进入20世纪的美国历史光影。原来美国总统川普伫佛州的海鸥山庄举行跨年宴会，对着媒体伫问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和平协议欠缺保障，所以拒绝签署言论，川普是拢无回答。川普宴会邀请艺术家霍拉布纳临时来创作耶稣的肖像油画。川普伫现场开价10万美金拍卖，并且讲会伫画作顶面亲笔签名，也甲拍卖所得捐做自身的用途。最后，这幅油画是由无公开姓名的人以275万块的美金，大约代表8600万块标着。公视新闻张淑君编译。伫咧东南亚的保加利亚，今年是正做欧元区第21个成员国。不过货币转换有可能会去影响到物价，失去民族的认同，也佮引起政治变动等等。有49%的民众是反对改用欧元。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中央银行甲国会2栋大楼中央，有几落千人伫震动的零下低温倒算跨年迎新送旧，同时庆祝变欧元区第21国。有民众活动一个结束，随去银行自动提款机领新钱。汇兑标准是1欧元兑2块列符。去年8月开始，市民所有商品价格拢爱用2种货币标示。保加利亚1881年开始用列符做货币，1994年开始就一直甲其他欧洲货币连结。起先是德国的马克，过来就是欧元。2007年正式加入欧盟，历届政府拢支持加入欧元区。不过，为民调的数字来看，境内650万人支持甲反对的比例是差不多平齐。因为通货膨胀一直真悬，烦恼货币的转换恐惊会让物价更贵。总统拉德夫去年就捌提议举行欧元公投，不过去互伫要卸任的政府反对。BBC 相关报道采访到的小企业主，估计若是举行公投，恐惊有70%人会投反对票。
Mais importivo. Что ты против Что-то не страх, чтобы The awareness campaign is a bit weak, and there are vulnerable populations that I'm not sure are very well aware of what should be done, especially in the first months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uro. Older people, people living in remote areas, people with low level of education. For them, I think that it might be a bit difficult. 企業團體嘛關心使用歐元恐驚會失去國家民族認同，親羅西亞政黨佫較是大力反對。後面官方所做的上新民調顯示有49%的保加利亞人反對改用歐元。為了掃除身份認同的顧慮，保加利亞的歐元銀價後壁的圖案設計，就以宗教人物、民族復興運動代表人物的頭像為主。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國際有啥物要緊帶？咱做回來看世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台灣出代誌的言論，引發中國不滿，呼籲因的國民若要去日本，就要斟酌。不過數據顯示，過年期間來自中國的訂房數量是增加6成。羅西亞指控烏克蘭對總統普丁的干涉來發動攻擊，不過唔但烏克蘭甲歐洲否認這個指控，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嘛認定烏克蘭並無發動空襲。根據法新社的統計，沙特阿拉伯當局在2025年處決356個人，創下一冬來處決人數的新高紀錄。主要就是因為國內在推動打擊毒品的行動。咱繼續來關心美國國務院針對中國前幾日在台灣周邊發動演習，有發布上新的聲明，批評在中國無解無代和局勢壓關，而且是要求中國要有暫時停止對台灣的軍事施壓。詳細情形，咱交予公視國際記者朱澤。在中國宣布軍演結束了後，美國國務院是在美東時間初一聲明，中國對台灣及地區其他國家的軍事行動及講法是無必要的增加局勢緊張。在聲明內底，華府是強烈要求北京克制，停止對台灣的軍事壓力，嘛要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因支持台海和平穩定，反對透過武力及求變的手段，單方面改變現狀。這個聲明是美方在中國軍演了後，頭一擺透過國務院的體系表達意見。正正美國總統川普是在12月29的時陣，捌講過伊無歡樂中國軍演。針對這個講法，咱國在美國的代表朱大瑞嘛表示，美方其實具體行動並無減少。不但是在講什麼，其實在做什麼也很重要。昨天晚上也又增加了一筆新的對美國通知一家廠商的有關於要賣給台灣的一些裝備等等，所以實際上真正具體在做的事情都是朝向增加自我防衛的決心的一種工作跟防備跟合作，這個是沒有減少的。美國國防部昨暝是公布，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提供3億元美金的合約，會當賣予台灣50個嘅 F-16V 戰機的 IRST 設備。朱大瑞嘛講，這屆中國的軍演是拄好證明為什麼咱台灣需要向美國來買武器。伊嘛表示講，台灣面對中國的威脅，保護家己是非常合理。以上公視國際記者彭祖哲在美國華盛頓的報道。或者美國政府是擱在公告，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有摕到一份對台軍售的合約，就是50個正要安置咧 F-16V 戰機頂懸的紅外線搜索對撞設備。強調這項採購案就是要來滿足台灣有緊急的作戰需求。專家也表示講，這個設備會當來對抗穩裝起來戰機。中共12月3日宣布結束第7擺環台軍演，海巡署釋出海巡海軍艦艇，在海面上堅定敢抗加驅離強艦的畫面，也閣有軍事的馬上專業記錄。中共空誤數的型護衛艦、異型艦對咱國海軍繼攻艦炸來無度突破時，經由無線電廣播統戰，加咱國豆腐。國防部公布3日規工查到3隻雌強機、17隻強艦甲8隻公務船在台海周邊活動，有2粒空飄嘅機了亂台灣，在下晡4點甲暗時10點出現在台中外海空域。咱共軍這擺發射27粒 PHL-191 火箭彈，分別落在咱24海里內甲4個位啊。國防部前聯合政檢中心副主任孫秉忠就研判，共軍射擊彈藥應該是370公里的火箭彈，射程大約300公里，而且又拍到點真集中，相當精準打擊。
认为未来这类型稳定火箭的代替低程弹道飞弹，正是攻击台湾的主要火力。不过，这阵国军的防空反制能力大部分是因用飞弹、临时大量密集的火箭弹。它还是有一些所谓的惯性导航或者是卫星导航之类的这个装置。我们未来是不是能够做一些相对的反制，比如说做一些干扰？就会让它的精度下降。另外，中军东部战区宣传片内底，敢若出现歼20、移动战机飞过恒春机场周边的空袭。大好美国五角大楼公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搁再得到一份总计上最3亿外美金牵涉对台军售合约，455具配备伫 F-16V 战机的红外线。搜查对象 IRST 甲称，并且强调这笔的采买是为了满足台湾的紧急作战的需求。改善一些，就是对于那个4代战机在面对这个逆中战机的时候的一些劣势。如果说配备这个军团夹舱呢，它可以把侦测距离大约恢复到可能就是60公里以上，70公里。战术专家解说，传统的雷达较歹锁定具备稳总功能的战机，也若 IRST 是侦测红外线热源，会使被动搜查敌机，若未发出雷达波，暴露家己的位置，也未受到电子干扰影响。被看这是 F-16V 战机反稳总的绝招。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伟大军演伫咧12月31日暗时6点才正式宣布结束。不过，在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伫31中昼和几位这海巡的高层伫咧高雄参加参会，这是引起各界关注。管碧玲有来回事的。管碧玲伫咧面册铺文有说明讲，这是因为海委会副主委黄向文被调转去本地单位，还有海巡署的副署长陈树川特别退伍啊，所以就有来安排这个小白参会，伫几啊礼拜前就定好势啊。不过，这中国解放军说是临时来宣布军演，因为正常举办扩大主管汇报，有要求参加参会的人得爱保持联络。不过，这小白参会无取消，造成外界负面的感官。管碧玲也表示会实的，强调讲有任何的批评，伊拢会接受。咱过来看到2015年有造成严重死伤的八仙乐园粉尘爆炸案，这官司已经拍超过10年啊。最近这八仙娱乐公司已经和一寡死者的家属，也是受伤的人本人来达成和解，要提供头一条的赔偿金2600多万会拨出去。发生伫10年前的八仙乐园电波案件，造成15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消基会协助死伤者的家属来拍这团体官司，向八仙乐园业者甲活动主办公司来要求赔偿。不过当时主办活动的卢中吉已经服刑期满出家，不过民事求偿因为金额真大，伊原伫法院审理。最近将会出现实际的进展。八仙公司已经甲拍头一波团体官司内底，将近100人内底41人达成和解。去年底已经付头一笔的赔偿金。最主要就是因为消基会那边大概有2个案子，现在分别在地方法院跟高等法院有达成共识，所以有和解。第一波是在12月30号有拨出款项，金额是2600多万。消基会指出，第二波团体官司正伫士林地院进行，300多名被害人内底，大约有1/3讲希望和解，结束10多年的官司。不过有的家属因为亲人伫电波内底死亡，一直无愿意来接受和解。这件事情带给社会是永久的一个警示，民间办活动，希望政府审慎考虑，不要再造成无故的伤害，这个悲痛永远没有办法弥补。下个礼拜一呢，我们在士林地方法院呢，还有100多个人呢，可能会做和解。有和解的部分就我们协助和解的，那没有和解的部分，我们继续协助他的团体诉讼，大概还要再2-3年。八仙乐园电波案件原本一审判决，认为八仙乐园只是场所的提供者，免负责这个赔偿的责任。案件上诉了后，高院依据消保法规定，认为经营者若是违反消费者期待，造成损害消费者权益，应该负连带赔偿的责任。对此，八仙公司强调会承担社会责任，继续推动协商，让受害者甲家属感受到实际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只巴拿马这个货轮，或者通风轮，是伫咧花莲溪出海到北边的沙坡来靠沙。要去甲解救的拖船，虽然因为加着沙啊，嘛共款是靠沙。地属一位船员头壳着伤，后来是靠这空勤直升机先甲这拖船顶悬5位船员拢总救出来。因为货轮顶悬17个船员，目前是无即刻危险，所以航港局拍算，佮派大型的拖船去解救。
真强的东北季风咻咻叫，影一直拍来，一只海轮却是靠搭伫海波无度震动，看起来海象是愈来愈歹，情况是非常危急。就惊这情况愈来愈歹，航港局赶紧派这个拖船拍算去协助，无想到拖船也吊伫遐，互救援人员是头头摸咧收。2026年头一天，因为冷气团甲东北季风南下，花莲沿海海象真歹。当时这只载石膏的巴拿马石线生的海轮通红轮，车载起要入花莲港来下轨，但过却是发生主机故障，想要家己修理却是拢无效，互真强的东北季风飘向南边，扩大伫花莲火车海口北边的花莲海边河岸。早上10点4分接获这个通红轮这有搁浅的状况，立即派遣攻击一艇。18车39人在现场救援，因为目前风浪过大，对救援可会造成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的问题。航港局有派出2只拖船出港，准备要甲拖回来，但过其中一只因为夹到这丝袜，也失去动力靠打，也造成一个人受伤。也来海轮顶面的丝袜也因为风影伤大，全部拢断去。为了避免造成更加大的危险，另外一只拖船暂时回港台边。拖船的部分。船上共计有5名船员，目前有1名船员因这个头部有撕裂伤的状况。也来空勤直升机也伫西下晡出动，伫强风中甲拖船顶面5名船员全部救出来。也来海轮顶面了12名台籍甲5名菲律宾籍的船员，就无马上有危险。航港局有在暗时协调由大型拖船来到现场来进行拖救作业。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一档回收大约4-5千吨的旧衫，而且是继续咧增加。路边的回收箱嘛，定定拢囤甲满出来，囤价贵4价，甚至也有粪扫会淋伫咧内底。所以彰化县市就决定讲，对今年开始要改做定点回收。台湾的街路四界拢看到这种旧衫回收箱，不过实际使用情形煞未少问题。伫彰化县西乡就定定发生回收箱，互人等甲满出来，涂骹嘛囤甲一大堆。在地民众表示，甚至有人会甲粪扫、喷水乱等伫旧衫回收箱，真含糊。咱若较慢来收有可能人厨余啦、粪扫啦，规个拢甲咱等到边这做麻烦啦。因为造成这附近的人的一寡困扰，嘛是的一寡大型衣物、厨余、垃圾，拢甲放内底，足侪村民嘛是人一起甲咱反映，咱这个物件拢会等伫遐。彰化县县西乡原本设有不少旧衫回收箱，互民众利便，通随时摕旧衫去等。但是清洁队指出，因为民众快时尚的消费习惯，这几年旧衫回收量增加，毋但衫裤会囤甲满4价，甚至粪扫嘛乱等伫回收箱内底。因决定为今年开始改用定点的方式来回收旧衫裤，希望减少乱等的情形，嘛降低清洁人员的负担。很容易被民众丢满，然后会造成我们清洁队的困扰，我们才会想出这个办法，然后改出定点收运。阮另外会提供这个和民众正确的一个处理的管道吼，本所已经规划定点收运路线，协助清运棉被、枕头、破损衣物等物品，请民众多加利用，共同维护环境整洁。县西乡清洁队表示，定点回收会增加棉草被、枕头加布红仔，希望养成民众加纺织类回收的习惯，减少一般粪扫量。彰化县环保局嘛提醒民众，旧衫回收拢有相关的规定，民众若是乌白蛋，依照废弃物清理法会当罚清理至6000块。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来看台北市大安病院有一个妈妈是直接伫咧山房内底看年，并按生出一个元旦红婴仔。不过嘛，医师表示讲，即马照镜化真明显，元旦红婴仔是大大减少。护理师真细致，甲红婴仔包伫布巾内面，才放起咧红婴仔的面床。拄出时的红婴仔规身躯拢粉红色。2026年1月初1，新年第一批元旦宝宝来啊！这是他自己挑的时间真的就在在昨天破水，然后因为第一胎的关系，所以呢产程也比较会长一点点，他就选在了元旦，应该每年都会帮他特别的办一下生日，这个仪式感。
父亲10个月伫台北市大安病院顺利生落来。妈妈张小姐本地遗产期是1月初3，结果12月31早起就破水，伫产房内面看年，总算伫早起9点生出重4100公克的查某红婴仔，规面拢是感动和欢喜。那当然能在这种比较特别有意义的时间点，其实也是蛮对帮宝宝自己也开心，我们也很这是算是一个惊喜啦。另外一边，汤市嘛传出好消息，到初1下晡5点，全市接生数到46个红婴仔。不过第一线的医师嘛，真有感觉，元旦的红婴仔真正变少啊。在全省各地，其实生产数都掉很多，一年大概只能生10万多啊。这已经到台湾有史以来最低的量，有点像股票窒息量。所以希望说这个窒息量过了之后，台湾还能够慢慢缓步上升啊。我们的老化速度非常的快。那我们的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基本上在全世界大概排前3名啊。在人口结构上来讲，我们常讲的是一个急速转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花的钱真的不够多了。这提起讲，因为少子化的趋势，台湾的劳动结构已经明显老化，认为讲现有的补助措施已经渐渐完善，不过应该加大力度，让民众较有感觉，才有可能来改善这个情势。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康榜来介绍，有台语系大学生是运用因台语的专长来创作影片，介绍好食物。学生也表示讲，透过因伫咧大学时当即文创甲台语媒体等等的课程，互因会当来了解无共款的行业，也找到家己的兴趣。你敢知？其实太阳饼较早不是叫做太阳饼呢？干嘛呢？啊，无是叫啥？因为我迄片其实就是台中成功人家做的卖鸡饼。用台语介绍太阳饼的由来，也用算大富翁连台湾的方式，世界去各县市食好食物，这是台语系学生拍的影片。除了采访大学生对各地名产的想法，去无共县市拜访，也希望和观众对蹺脚连喙手这个频道，透过台文和中文相离谱，愈了解真实的台语甲历史。就这样知影要安怎讲，啊，不过其实唔知影要安怎写，所以阮会放伫下面啊，嘛有讲是汉字的部分，像阮影片内底就是有华语啊甲台语两个对照拢有安尼。学生表示，读台语系定会锋芒着出路，除了做老师，佫会当做啥？学生指出，其实除了基本的台语能力，透过文创、台语媒体等等的学校课程，也互因愈了解各行各业，找到家己的兴趣甲台语的应用领域。上济一定是讲做老师啦，啊，毋过媒体这个部分，我感觉嘛是真袂歹。就是嘛当试看卖，伫咧媒体创作这门课，阮有学到讲要安怎写客话书。学生表示，其实也有真侪人对台文字无概念，因认为要推广台语，媒体是真重要的方式。学生讲拍片的过程，家己除了学着影剪接技巧，也愈了解采访甲影像讲故事的美感。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台湾文学馆推出文学交流的系列活动，有韩国甲台湾的作家座谈，也有结合2月2日这个世界母语日来规划台语的导览，甲台语绘本讲故事的活动。对元旦开始到2月2日，要用文学来陪伴大家过年。这是台文馆的台湾文学基地，嘛是世界各地文学作家来台湾交流的最大的所在。台文馆表示，这间厝对2021年到今，世界各地已经有70位作家来带过。今年头一位来这带的是韩国的作家金伊莎，伊是小说家，也是翻译家。伊唔但翻译台湾漫游录的韩文版本，也会伫这礼拜六甲杨湘柱对话。杨双子老师在美国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奖项，那其实台湾的文学慢慢就是开始受到全世界的注目，所以去年我们非常惊喜的发现，有德国、还有意大利、还有韩国的译者都不约而同要翻译这个杨双子老师的《台湾漫游录》，就他们都来申请我们的这个驻村作家的进驻活动。那所以明天即将来到台湾基地进驻的就是来自韩国的金伊莎老师。除了座谈活动，台文馆也推出系列活动，要来陪伴民众过年。伫台南本馆有拍卡送春联，而且结合2月2日的世界母语日，也推出即马做伙讲台语的活动，有全台语的导览，也有台语绘本讲故事，民众拢感觉真有意义。带小孩来让他们听一些故事，其实是蛮不错的。是很文学、很文青，
那我觉得也是很有特色。不同的屋里面有一些不同的主题，就是有一些它是做手作的，有一些它是书，有些看书的，有些是做那些写那些明信片。台文馆表示，新春的活动对元旦一直办到旧历的过年，毋但有下国际交流，也有本土的推广，希望用台湾的文学活动为大家迎接新的一年。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即马愈来愈流行饲动物伴，伫咧澳洲也带动宠物旅馆的商机。不过有动物团体也呼吁政府要赶紧来定出相关的安全制度规范，保护主人甲动物伴的权益。画面当中的狗仔女舍有亲像人遮尔大张的眠床，阁有电视，而且阁有互狗仔佚佗的游泳池。即间伫咧雪梨附近的狗仔女舍，锁定疫情了后，饲猫仔狗仔的人愈来愈侪。业者讲，即马澳洲饲猫仔狗仔的人创新高，全国服务的产值估计有几啊10亿澳币遮尔侪。毋但是照顾、活大，也阁有美容行为训练甲狗仔的治疗。互早起去上班的主人会当甲狗仔送去上课，规日甲暗拢有人甲狗仔佚佗。Our goal is that the dogs come here and they're dragging their owners up the ramp to get in the building. 狗仔女舍的经理是强调，有的狗仔是耍甲无想要转去，只是讲这遮尔好的设备，无代表讲就一定安全。专家讲，即马若要开狗仔的治疗，也阁有做宠物的义务，侪性只要办一般的商业登记，对着专业资格狗仔密度，这拢无全国统一的规定。啊，若是狗仔甲人相拍，或者是咬着人，这往往责任是主人爱担。新南威尼斯省当咧检讨动物伴侣法，兽医工会甲动物团体拢呼吁，动物的训练、日照，也阁有宠物看护这服务，拢爱做管制。对着专业训练这部分，嘛爱定一个上佳的训练时数甲急救能力，才会使互宠物带了安心。So you wouldn't leave your child in a childcare centre without knowing exactly who's going to be looking after them, what qualifications they have, and the exact same would go for a doggy daycare. 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提醒，了解狗仔的行为动作，也个伫咧冲突的时阵，甲狗仔分开开，拢是正专业的行为。若是照顾的人欠训练，这毋但狗仔受伤，边的人嘛有可能受到风台尾。协会就提醒，未来应该建立全国认证资料库，列出合格训练师、日照甲活大的业者。互主人一查，就知影讲即间敢有考课。So interpreting animal behaviour and knowing when to respond and how to respond to modified behaviour is really high skilled, and if not done properly, there are real animal welfare and human safety risks. 伫咧新发上路进前，专家嘛呼吁主人应该主动问候清楚，这场地是安怎分，要安怎将原价到甲分开，也阁有员工敢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上好亲身到店内去行一转。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天气报你知，做快来关心今仔日各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1度至14度，中部地区12度至17度，南部地区13度至22度。东部地区12度至20度，还有外岛地区9度至17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